我爱黑社会上课喽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GIRLS 的赖赖。你过去其实是还蛮红的，就是活跃于这个演艺圈。那其实就是参加这个啦啦队，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？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从以前你们认识我到现在，我都是一直很喜欢跳舞，然后也很坚持着跳舞。那现在来到啦啦队的话，我希望我也可以把我原本会的专长，然后在球场上发挥得很好。因为我们知道统一是一个很传统的球队嘛，然后所以他们的舞蹈其实也是很贴近球迷。那这对你来讲会不会有一些困难或挑战？其实看起来很简单的舞蹈反而很难，因为很简单的舞蹈每一首都很像的时候就会记不清，然后有时候在球场上就会怎么觉得这个跟刚刚非常的像，所以在练习过程其实还蛮辛苦的，而且要一次记好多首歌，除了球员的应援，然后中间还有局间的时候也要跳舞，然后呛死的时候也要跳舞，发生很多不同的打球出去的反应也都是跳不同手的舞，所以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事情。那会不会说担心就是有球迷就是认出你来，或还是说其实你还是会觉得有点害羞这样？还是会有一点，因为其实，在热身赛上场完之后，还蛮多球迷有来私讯我说，是不是我这样子？是不是就是他们很怕认错，然后有留言来，然后我就是非常坦诚的跟他们说，对我加入 UNIGIRLS 了，然后他们也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我就还蛮放心的，他们其实人蛮好的。